揸住唔該。一卷唔夠啫，唉，緊要啦，10個一齊嚟啊！唔係同我打，係一齊嚟睇打拳啊！咦，唔係擂台決戰咩？做咩成班人唔喐㗎？咪睇小啊！佢哋表演古典泰拳，要先透過念咒追念先演，亦係一種精神修煉嚟。功夫或者係科技一定要向前走，但係前人嘅功德一定要記。好似高坤咁樣，我哋唔可以忘記佢，跟住似乎一樣。好一個飲水思源嘅比喻啊，取 Sir。咁請問古典同現代泰拳嘅分別喺邊呢？咁古式泰拳咧，特別係咩？係佢冇規範，飛天遁地頭撞、扭手、扭關節，乜都得。咁你現代泰拳有啲規範係做唔到，佢可以做到。好啦，睇完咁精彩嘅表演之後，我哋翻嚟現代睇下拳拳到肉嘅激戰啦。包括呢場男子拳擊57公斤級別嘅比賽，紅方嘅曹星陽係對住蔡偉業。上到擂台唔同龍珠入面武術大會，你估下下識龜波氣功或者識飛咩？每一拳每一步都充滿質感㗎。就算你唔溜打都一定要打，反應要夠快。反應方面，有時對方打嚟嗰時我都可以閃得到。同埋我攻擊密度高過對手，咁所以我嘅分數就會比較正確。星陽話仲有地方要改善，就係步法方面啦，可以再好啲。兩位高手打完一輪都要唞唞氣㗎，嚟降下溫先，萬物都需要水分嘅。鬆一鬆再比試武功打3個回合，每個回合3分鐘。錄3個杯麵就話唔多使用力啫，拳拳有力又要左閃右避，體力差少少都唔掂。呢場比賽鬥到尾段，觀眾反應就好熱烈，希望參賽者頂住打埋佢。最後順利完成拍爛手掌啦！曹星陽係贏點數嘅，佢打完之後就代表香港出戰全運會，可惜第一場就輸咗俾貴州嘅對手。幾時都話英雄出少年係冇錯嘅。呢組係男子青少年拳擊54公斤級別嘅比賽，由紅方嘅國興派對住張顯文。打機一個 U 劇就 KO 人嘅場面，現實世界入邊有咁易出現啦？鬥心好重要嘅，大丈夫啊打到流血都不流淚，繼續打淨係份勇氣啫，令人敬佩啦。原本4個回合嘅比賽打到第2回合，裁判認為佢受傷唔適合繼續，先至叫停咋。勝負其次，嗰份堅持實在有男子氣概。唔止男仔㗎，女仔嘅比賽一樣刺激。青少年組46公斤級別嘅比賽，紅方嘅蔡婉婷對住陳婉嫻。其實自己好中意出拳擊到人哋嗰一下，好有成功感，即係其實好難㗎。咁人哋係咁防守，自己要揾位打係要好有集中力去揾咯。婉婷最終贏點數，呢日真係個個都打得。我建議狂熱都搞翻個比賽，平時就人人有功練，寫下稿有咩意見分歧咯喎，又或者夾錢買薯片雪糕爭1個幾毫，哈哈哈！擂台解決啦。